上水新豐路98號金都海鮮酒家飲茶。港鐵上水站尾3出口出。出站後向前沿新豐路直行，去到路口過馬路，過馬路後繼續向前直行，行多幾分鐘就見到酒樓啦，搭電梯上一層。星期一至五早茶7點至12點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，茶錢都係10蚊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小點18個8，中點21個8，大點24個8，精點26個8，特點29個8。下午茶大中小點一律小點計，精點特點同早茶一樣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點心10蚊起，蒸飯14個8起。孖寶29個8，孖寶點心可以單點，以小點計。早茶臘腸雞粒飯14個8，正正常常，冇乜特別。香煎蘿蔔糕10蚊，唔係幾熱，味道 OK。南乳豬手10蚊，一大兩細，有幾粒花生，夠熱，冇豬毛，味道幾好，唔錯。下午茶，星期一至五脆皮燒鵝湯米線19個8，有一張獨立點心紙。燒味湯粉麵19個8起，湯粉麵飯34蚊起，粉麵飯50蚊起。早茶同下午茶優惠點心紙唔一樣。下午茶脆皮燒鵝湯米線19個8，外觀唔錯，皮唔脆，肉入味，好食，米線爽口。OK。蟹子燒賣王2粒10蚊，唔係幾大粒，味道可以。山竹牛肉球10蚊，都係唔大粒，食到陳皮味，有馬蹄，口感淋滑，唔錯。早茶埋單60蚊，下午茶埋單66蚊。